英格蘭出局，球迷餐廳冇眼睇。香港人睇開英超，對英格蘭硬係有啲情意結㗎。尋晚嘅世界盃英德大戰，吸引大批英軍擁躉外出食飯兼睇波，連茶餐廳都俾球迷逼爆。呢一間曼聯主題餐廳嘅訂位更加早喺1個禮拜前就 full 咗啦。大家都係英軍嘅 fans， 睇住球隊落後，點會唔肉緊呢？終於追翻一球啦！點知第二個入波被判無效。你覺得會追得翻嘅？會追得翻，係啊，個球證換咗就追得翻。可惜英格蘭最終輸波出局，最傷心㗎當然係酒吧老闆啦。如果佢繼續殺到入去一路落嚟嘅淘汰賽，就生意額嗰度就會幫得好多。如果淨係飲品嗰方面，我諗都比平常多咗50%都有。但係嚟緊8強嘅比賽點都有號召力嘅，預算生意點都會比平時好。想訂位食飯睇波嘅球迷就要請